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最近市場有好多黃金版不盡不實嘅消息，所以我覺得應該盡快出條片，釋除大家嘅疑慮。我認為黃金版呢將會再次大崩盤嘅，究竟幾時會發生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2月4號，各項指數印記：道指報49,501點，標指報6,882點，納指報22,904點，黃金報5,003美元，白銀報89.69美元，鉑金報2,262美元，美匯指數報97.66。自星期五貴金屬大崩盤後呢，最近3日美元走強喎。黃金版市場出現逢低買入同埋強制平倉，係推動反彈嘅關鍵因素。喺大量交易平倉之後呢，拋售壓力有所緩解。好多人現在認為呢次大跌係技術性嘅調整，而非潛在需求嘅崩盤。儘管如此，市場波動性依然高居不下。黃金、白銀每日嘅波幅分別為100美元同埋10美元。大家可以消化下呢個波幅。另外，黃金 ETF 波動率指數等指標大幅飆升，顯示市場可能仍將動盪不安。荷蘭國際銀行 ING 預計未來金屬價格將以更緩慢、更穩定速度上漲嘅，價格仍對美元走勢同埋利率預期保持敏感嘅。咁究竟係咪咁樣呢？大家睇落去就知㗎啦。分析繼續講，結構性嘅驅動因素依然穩固嘅，此舉反映係部位嘅調整，而非長期嘅漲勢終結。有分析指，重新定價需要經歷動盪、震盪同埋劇烈嘅波動，迫使市場重新調整預期。大幅上漲幾乎總係伴隨着令人不安嘅波動。不過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黃金版將會再次大崩盤嘅。開始就講下坊間一啲嘅謬誤。特朗普一如預期喺禮拜五宣布咗提名聯儲局下任嘅主席人選，但結果卻一定程度出乎市場嘅預期。人選係出自華爾街，主張加息控通脹同埋縮表控制貨幣供應嘅鷹派人物 Kevin Warsh。不過佢為咗滿足特朗普嘅要求，佢近期公開支持減息嘅睇法，但係華爾街顯然用腳投票。從人選公佈後美股回落，美元走強，債息上升嘅即時市場反應，以至作為通脹對沖以及聯儲局獨立性嘅風險兒嘅貴金屬市場亦血流成河。顯然市場已投下不信任票。事實上，出身華爾街、曾任聯儲局嘅 Kevin， 俾市場兩大最深刻嘅印象係貨幣政策嘅鷹派。其一就係主張加息控通脹以及縮表控制貨幣嘅供應，係不折不扣嘅貨幣政策嘅鷹派。其二就係佢喺2008年至2009年金融風暴一役誤判政策，反對奉行量化寬鬆救市。喺當特朗普宣布提名 Kevin 為下任聯儲局主席人選華爾街並不相信其選咗一個鴿派人物，金融市場更即時腥風血雨啦。起飛無因，眼前美國聯儲局亂局係美元體系退息下嘅現象，皆因天量政府嘅債務、關稅嘅回力鏢、重建製造業種種限制，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嘅打擊。聯儲局既要保持獨立性以維護美元嘅體系，又要滿足美國經濟轉型嘅寬鬆需要。其實以上兩者難以兼得嘅，矛盾將越嚟越大。昨晚2月2號，黃金版嘅價格有所喘定，似乎喺低位出現買盤啦。即使美匯指數昨晚漲至接近97.5，現貨金價格仍 V 型反彈，
回至$4700以上，收復全日大部分嘅跌幅。銀價咧亦回升至$80以上啦。黃金同白銀咧剛剛經歷咗數十年以嚟咧最嚴重嘅下跌。禮拜五黃金價格跌破咗$5000，較禮拜四接近$5600嘅歷史高位咧下跌咗近$1000。白銀價格亦都暴跌31%，創下自1980年以嚟咧最大嘅單日跌幅。導火線係乜嘢呢？係特朗普提名咗 Kelvin Ross 擔任聯儲局主席。Kelvin 嘅鷹派立場緩解咗人們對央行獨立性嘅擔憂，呢個推動咗美元走強，並引發貴金屬經歷咗拋物線式上漲後出現大規模獲利回吐。公道啲講，其實拋售潮咧並非源於呢個 Kelvin 嘅。分析師先前咧已經警告話㗎啦，呢波嘅漲幅咧已經係過度。技術指標亦都亮起咗紅燈，喺波動性飆升後咧，流動性枯竭，銀行紛紛撤出，追加保證金迫使槓桿交易者退出市場，擁擠嘅交易迅速平倉。即使金價暴跌之後咧，年初至2月3號，黃金價格仍上漲11%，白銀價格上漲咗17%添。基本面因素咧，地緣政治嘅風險、貨幣嘅擔憂、創紀錄嘅債務係冇改變嘅，但究竟係乜嘢引發呢場拋售嘅狂潮呢？有說咧係來自中國散戶投資者、股票基金同埋趨勢追蹤者演說化嘅熱錢推動貴金屬價格創下歷史嘅新高。呢場搶購狂潮咧，令人想起1979年至1980年，當時中國同埋德國消費者排隊等待幾個小時購買金塊同埋白銀。最近呢種情況咧，亦都出現喺世界各地。咁白銀市場規模係好少嘅，年供應量僅係$980億，遠低於黃金嘅$7870億。呢個迫使白銀價格咧波動更加劇烈。禮拜五 iShares 白銀 ETF 交易量咧超過$400億，隨後形勢就逆轉啦，美元走強。中國投資者獲利了結，而非繼續買入。短短幾個小時內咧，白銀價格就暴跌咗26%啦，創下有史以嚟最大嘅跌幅。黃金價格創下1983年以嚟咧最大單日跌幅。數小時之後咧，摩根大通將年底嘅金價目標上調至$6300，較目前水平上漲35%。該行並未因為金價波動而感到不安。摩根大通禮拜一喺一份報告中指出，佢哋仍然堅定睇好黃金嘅中期走勢。推動因素係乜嘢呢？係各國央行。該行目前預測喺2026年官方部門黃金購買量將達到800噸，理由係儲備多元化嘅趨勢咧仍在持續，尚未結束嘅。各國仍在逐步擺脫呢個美元，而且呢種情況咧短期內係唔會改變嘅。另外，我相信特朗普咧絕不會安排一個唔支持減息嘅新聯儲局主席。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咧你俾我支持。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咧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長期以嚟咧，黃金同埋美元嘅走勢係反向嘅，係一個近乎鐵一般嘅共識。但現在咧，呢個傳統嘅關係咧，似乎正在瓦解。兩者嘅波動幅度已嚴重咁失衡。數據顯示喺過去一整年度咧，約260個交易日裏邊咧，金價漲幅竟然係美元跌幅嘅7.2倍。如果將時間縮短到半年咧，呢個倍數更飆升至31%。BCA Research 反向投資策略研究主管 DeWolf 表示，金銀嘅價格同美元走勢背離咧，已達到極端嘅水平啦。呢種行情咧發生喺逆轉係完全可以預期嘅。上圖顯示，根據 BCA Research 嘅計算，喺一個完整年度交易週期裏邊咧，美元指數從107.96跌至97.42，跌幅為9.76%。而言同期嘅金價
卻從每盎司2875美元一路飆升至2月3號嘅4905美元，漲幅超過70%。若將觀察嘅窗口縮短至半年呢種背離更加驚人喎。美元指數僅微跌1.38%，但金價咧卻暴漲咗42.84%喎，漲跌嘅倍數高達31倍。瑞士巴特投資首席經濟學家 Patrick 也認同喎，當前黃金同美元嘅指數同實際利率嘅敏感度咧已顯著下降。咁樣黃金接住落嚟係點樣走嘅呢？市場觀點咧出現明顯嘅分歧。多家大行紛紛調升呢個金價嘅預測。法國興業銀行同埋德意志銀行認為金價今年可能觸及每盎司6000美元。摩根士丹利預計下半年將升至5700美元。高盛則預測12月達到5400美元。花旗銀行咧則提出不同嘅睇法。佢哋認為支撐黃金嘅多種地緣政治同埋經濟風險中，大約有一半可能喺今年稍後消退㗎啦。並警告投資者喺未來0至3個月金價目標從先前嘅3500美元下調至3300美元。到今年年底黃金價格可能會跌破3000美元。以下嘅分析可以俾大家對黃金版下半年嘅走勢有啲啟發嘅。前面提到法興銀行亦都調升咗今年黃金版嘅目標價，並稱到年底金價上漲至每盎司6000美元，仲只係一個保守嘅估計。該行分析師仍堅持認為，儘管黃金版遭受極大嘅拋售壓力，但貴金屬基本面前景並未改變嘅。佢喺最新嘅報告中寫，上個禮拜五金屬價格不僅出現回調，而且槓桿率大幅下降。黃金價格並不需要利率上升或者下降才能做出呢個反應嘅，佢哋只需要好於預期嘅貨幣政策。呢個似乎已經實現咗㗎啦。報告中指出，當部位過度擴張時止損單會被觸發嘅，追繳保證金嘅呼聲會上升，系統性嘅基金會降低風險。板嘅暴跌正係槓桿被釋放嘅標誌。加上獲利回吐、風險價值限制被觸發、商品交易顧問基金 CTA 去槓桿化，以及呢一切都發生喺月尾，都加劇咗呢個跌勢。法國興業銀行表示，正在密切關注期權嘅市場。分析師指出，喺黃金市場佢哋觀察到喺2026年12月到期行使價4000美元睇跌期權交易量增加。儘管如此，佢哋仍然睇好黃金嘅。該行總結話，從各方面睇金價上漲同埋下跌嘅幅度係非常不對稱嘅。我哋仍然睇好黃金，因為佢哋認為，儘管聯儲局混亂程度降低，呢個不確定嘅因素已經消除，但貴金屬價格上漲嘅基本面依然存在。佢哋始終認為回調可能對市場有益嘅。佢哋認為板市場亦都呈現類似嘅趨勢，不過下行嘅風險似乎更加顯著。分析師發現，市場對2026年5月同埋7月到期行使價200美元嘅板買入期權需求增加。報告補充話，3月到期嘅75美元睇跌期權增加量更大，其次就係80同埋90美元嘅期權啦。佢哋亦都注意到7月到期嘅睇跌期權部位顯著增加，尤其是喺65美元同埋95美元嘅行使價上，而買入嘅期權方面僅增加400份啫，顯示市場對板上漲嘅潛力依然持謹慎嘅態度。所以從期貨倉位分析，黃金板喺今年上半年仍然十分波動嘅，但應該係穩步向好嘅。喺上一集有個網友留言，佢係咁講嘅：你個估算有點早嚟，仲好似走咗相反方向添。喺30號當晚，金銀先下跌分別約10% 同埋56%。喺呢個情況下是否金銀先再向下行？
美股才出現股災呢？咁你個估算是否要重新再估計一次呢？期待你下一集嘅出爐。咁我哋呢，先睇下今次黃金白銀暴跌嘅原因先。特朗普公布聯儲局下任主席為呢個 Kevin Warsh， 市場對佢喺2008年同埋2009年喺呢個金融危機期間佢嘅鷹派立場有所擔憂。我認為咧，對佢不減息同埋量化緊縮嘅情緒咧係誤判嚟嘅。我相信特朗普咧絕對唔會安排一個不支持減息嘅新聯儲局主席嘅。呢個誤判咧就觸及咗多年新低嘅美元注入咗睇升嘅動能，觸發黃金白銀暴跌嘅導火線添。仲有機構稱呢次暴跌咧係某啲國家嘅散戶唔了解槓桿資金原理爆倉所致嘅。另外 CME 期貨公司調整保證金，將黃金保證金從6% 調到8%，白銀咧就從11% 調到15%。呢確實會導致部分多頭咧喺呢個下跌後咧難以補倉。其實咧，我發覺一個非常簡單但又冇人講嘅道理，就係世界各地嘅消費者排隊等待數小時購買金塊同埋銀條。呢個嚴重嘅超賣令黃金白銀不斷直線飆升，大幅調整只係時間嘅問題啫。最近呢兩期咧，我都有講噶啦。現在我哋正處於融漲嘅階段，好似股票、黃金、白銀同埋商品價格不斷快速咁飆升嘅，所以黃金白銀咧仍會穩步繼續上升嘅，直至進入呢個融化嘅階段。到時咧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就會發生噶啦。咁黃金白銀咧又會跌鑊金嘅，意思係會再大跌。我哋正處於一個新時代，我相信世界資產黃金白銀將會重新定價嘅。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債券，財政部又要大舉發債，以維持財政狀況。信用卡逾期率創15年嘅新高。汽車因斷供而被回收嘅數量咧不斷增加，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點。近期通脹越嚟越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不斷裁員，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 ，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繼續減息2至3次。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就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白銀就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13,796美元，白銀會升至433美元。我係點樣估算到呢個黃金白銀價呢？喺片尾有個連結，名為2026經濟大洗牌，喺裏邊呢我有解釋嘅，歡迎你去睇下。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
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